上一期我们聊道德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实在难以言说。有趣的是，在遥远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讲了一个洞穴寓言，几乎在探讨同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真相还是幻影？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影响了西方世界2000年的思想实验。好，咱们现在就把时钟往回拨，去到2000多年前柏拉图的课堂。他当时没写论文，而是给学生们画了一个特别带劲儿的思想实验。你就想象有一个超级深超级黑的山洞，洞里有一排人，不是游客啊，是从小就被锁在那儿的囚徒，脖子和腿都被固定住了，一动不能动，只能一直盯着他们正前方的洞壁，就像被焊在了电影院的最后一排，但一辈子从来没回过头。他们背后呢，远处高一点的地方燃着一堆火，火和囚徒之间有一条矮墙，像戏台的幕后。有些人在矮墙后面走来走去，举着各种木头石头做的假人假兽，就像演皮影戏。火光把这些道具的影子直接投射在了囚徒们面对的洞壁上。好了，重点来了，这些囚徒从小到大能看到听到的唯一世界，就是眼前洞壁上那些晃来晃去的影子。他们会给影子起名字，讨论哪个影子先过，哪个影子更厉害，甚至研究影子运动的学问。他们坚信这就是世界的全部，这就是真实的全部。然后有一天，有个囚徒被强行解开了锁链，他被迫站起来，第一次转过头，看到了背后的火光和那些移动的道具。你猜怎么着？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哇真相，而是我去，眼睛好疼好晕。那火光比起他习惯的影子太刺眼了，他会觉得之前清晰的影子才是真实的，现在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反而是假的，是折磨。他本能的想逃回原来那个熟悉舒适的影子世界里去。但是如果他被强行拉着，沿着一条陡峭的通道一路拖出洞穴，拖到阳光普照的外面世界，哇，这下完了，彻底崩溃了。阳光的强烈让他几乎失明，什么都看不见。他需要时间慢慢适应，先能看水里的倒影，再看地上的物体，最后才能直视太阳本身。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洞外的世界才是真的，有颜色，有三维，有生命。而那个他曾经深信不疑的洞穴世界，不过是一堆火的二手投影，是真实世界的拙劣模仿。最重要的光源是太阳，它孕育了一切。故事还没完，这个见过太阳的人，如果突然又回到黑暗的洞穴里，会怎样？他的眼睛因为适应了阳光，反而看不清洞里的影子了。这时洞里的其他囚徒会怎么看他？他们会嘲笑他，你出去一趟眼睛瞎了，变蠢了。如果他试图告诉囚徒们洞外的真相，解放他们，囚徒们可能会觉得他是个危险的疯子，甚至会起来把他杀掉。你看，这就是整个故事。他讲的不是一个地理探险，而是一场认知的暴力革命，从被迫看见虚幻到痛苦的接触光源，最终认识真理，并可能因为真理而殉道。好了，故事听完了，咱们得回来问问，柏拉图费这么大劲编这么一个山洞奇幻漂流，他到底想说什么？难道就为了告诉我们要多出去晒太阳吗？当然不是。这个比喻其实是柏拉图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超级浓缩版说明书。他借这个故事想说清几个震撼的，甚至有点反常识的观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世界是双层的。柏拉图认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你能摸到的手机，看到的花，遇到的人，就像那个洞穴，它只是一个投影，一个副本，一个不完美的临时舞台。而真正永恒、完美、真实的世界在洞穴外面，他管那个叫理型世界，那里存在着所有东西的完美原版，或者叫终极蓝图。比如说，世界上有成千上万把椅子，有木的、铁的、坏的、好看的。但柏拉图认为，在理型世界里存在着一把绝对完美的椅子的理型，所有现实中的椅子都是对这个完美椅子理型的粗糙模仿。同理，有美的理型、正义的理型、圆的理型。我们现实中看到的任何美的东西、正义的行为、画出来的圆，都只是蹭到了一点那个完美理型的光辉，但永远不是它本身。所以洞穴比喻的核心地图是这样的，洞
洞穴内部除以影子等于我们感官感受到的日常世界，火光除以道具等于制造我们观念的世俗来源，洞穴外部除以太阳等于理性世界，太阳等于善的理性，是所有理性的源头，是真理和价值的终极太阳。走出洞穴等于用理性挣脱感官迷惑，追求真理和本质的哲学之路。讲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我们刚讲完《道德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那个真正的最终的道是无法被语言框定的。你看，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柏拉图在这里隔空击掌了。他们都坚决不信赖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个表面世界，都觉得背后有一个更根本、更真实的秩序。但是他们的方向从这里开始来了一个东西方的大分叉。老子的道是活的，他生育万物，是万物之母，但他自己无形无相，自然流变，无法被精确定义。它像一股巨大的涌动的生命力。柏拉图的理型是静的，它是完美的、永恒的、不动的几何蓝图，静待着被理性去发现和凝视。它像一套精确的、永恒的数学公式。面对终极真理，老子给出的姿态是顺应、融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要做的是去掉人为造作，回归自然状态，让自己合于道。柏拉图给出的姿态是挣脱、追求、上升。你需要用力转身，走出洞穴，忍受强光，用理性艰苦地向上攀登，去看那个完美的太阳。一个绝妙的对比总结。老子说，别折腾，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回归它。柏拉图说，别沉睡，你是理性的灵魂，超越它。所以这个比喻不仅在说哲学，更在说两种不同的人生路径。一个教你如何在变动中找到安宁，一个教你如何在幻象中追求永恒。那么问题来了，这套2000多年前的思想跟我们今天刷着手机活在算法里的现代人还有关系吗？我们是不是住进了一个更高级、更舒适的数字洞穴里？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聊的。好了，东西方先贤的对话我们先放一放，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拉回来，拉到你我的生活里。听完这个故事，一个毛骨悚然的问题来了：2000年过去了，我们真的走出洞穴了吗？我的答案是，洞穴一直在，只是升级了。我们可能从石器时代的山洞搬进了一座更庞大、更精美、娱乐设施更齐全的现代超级洞穴里。你看啊，我们的影子墙变成了什么？手机屏幕、电脑显示器，我们每天凝视着上面流动的资讯、短视频、热搜榜单。这些信息是怎么来的？背后是算法和流量逻辑这堆新的火光和傀儡师，他们决定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津津有味地讨论着墙上的热点，以为那就是世界的全貌。我们的囚徒同伴是谁？是和我们关注同样博主、沉浸在同个圈子、观点高度一致的同温层。我们彼此确认影子的真实，嘲讽其他洞穴的影子荒谬，却很少转身看看火光究竟从哪个方向打来。最厉害的升级是，这个洞穴变得舒适了，它不再黑暗痛苦，而是根据你的喜好为你精准投射你最爱看的影子。它让你心甘情愿地被锁住，因为转身和走出去意味着要面对信息过载的强光不适，要处理复杂矛盾的现实，这太累了。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正处在这样几种最常见的洞穴情境里。信息茧房洞穴，平台只推你认同的观点，让你觉得全世界都这么想，对立面都是无知蠢货。消费主义洞穴，广告和社交媒体制造幸福生活的影子，必须有某个包、某辆车、某种度假才叫美好人生，让我们穷尽一生追逐这些道具。职场赛道洞穴，所有人都告诉你必须向上爬，认同35岁危机、狼性文化是唯一真理，看不到人生还有其他活法和价值坐标。内卷焦虑洞穴，看到所有人都在拼命奔跑，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从未质问过这场奔跑的方向和意义是不是只是一场洞壁上的影子赛跑。关键是，住在这些洞穴里，往往不觉得痛苦，反而觉得安全、正确、有归属感。
真正的危险就在于这种舒适的幻觉。那么我们能不能主动给自己解锁？可以试试这几个像工具一样的心法。主动转头，寻找火光源。看到一篇让你极度舒适或愤怒的文章时，问一句：信源是谁？作者有何立场？相反观点怎么说？这不为了抬杠，只为看清傀儡系的运作机制。定期走出，接触多元现实，主动关注几个和你观点截然不同的智者，去读一本挑战你世界观的书，去和一个背景迥异的人认真交谈，让真实的阳光哪怕刺眼照进来一些，区分影子与实体。当你又焦虑别人都过得比我好时，问问自己，这是社交媒体影子还是我生活的实体？把精力投入到构建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上，而不是装饰洞壁上的投影。警惕回洞的诱惑，追求清醒的过程一定会伴随不适、认知失调、孤独、不被理解。这时洞穴会向你招手，回来吧，这里简单又温暖，需要一点勇气坚持下去。所以柏拉图的洞穴从来不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它是一面持续映照当下的镜子。真正的触动不是一个地理动作，而是一种思维习惯，对一切看似理所当然的叙述保持一份温和的怀疑。最后留给你也留给我自己的问题是，此时此刻你最想挣脱的或已经意识到的一个洞穴是什么？是在某个观念里，在某种生活方式里，还是在一种情绪里？最后这个部分，我想和你聊聊出动这件事儿在现实生活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顿悟，很多时候它甚至安静微小，带着一点点失落和困惑。所谓出动时刻，就是你的现实感突然卡了一下壳的那个瞬间，是你一直相信的某面洞壁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有陌生的光透进来。比如说你从小到大被灌输要赢，要争第一，但某个加完班的深夜，你突然愣住，我赢了之后呢？这个游戏是谁制定的？我为什么非要玩？这是从竞争洞穴里探出头的一刻。你一直坚信某个群体、某个观念是绝对正确的，但有一天你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了一件事，发现他们也会犯蠢，也有私心，并不完美。那种信念微微碎裂的声音，这是从偶像洞穴或主义洞穴里醒来的一刻。你按照社会剧本努力购买幸福，好车、好房、名牌，但在拥有他们的某个瞬间，你感到的却是一阵巨大的空虚，好像追到的只是他们的影子。这是从消费洞穴里恍惚的一刻，甚至就是某天你关掉所有屏幕，周围突然一片寂静，你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独自面对自己，被各种影子吵得习惯了。这也是一种出动，回到了自我存在的真实寂静中。这些时刻的共同点是，他们不太舒服，不会让你立刻变得更快乐，反而可能带来一阵迷茫和孤独。因为旧的故事破碎了，新的故事还没写出来。但这恰恰是真实的阳光开始照进来的证据，它首先会刺痛你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因为这一个个微小的出动时刻，在悄悄地完成一件事，把你从被动的囚徒变成主动的探索者。你开始拥有原认知，就像你能跳出游戏看游戏规则，你能开始观察自己是如何被各种洞穴所塑造的。你拿回了选择的主动权。当你意识到眼前是影子，你便可以选择是继续观赏，还是转身去寻找光源。知道自己在洞穴里，是你不再完全属于洞穴的开始。你连接了更广阔的真实，个人的悲欢，小环境的共识，只是洞壁上的局部投影。一个出动时刻会让你瞥见人类共通的困境、自然永恒的规律、历史长河的脉络，这些更大的真实。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如果能成为你某个出动时刻的微小触发点，它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我想邀请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在评论区用一句话匿名或公开的分享一个属于你的或大或小的出动时刻。它可以非常朴实，当我发现父母的观点也会错的时候，
当我觉得旅行打卡比旅行本身更重要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质疑老板画的饼的时候，你的分享极其重要。因为当每个人只言片语地亮出自己那一点微光时，我们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都曾疑惑，转身寻找，这本身就是一次温暖的洞穴互救。最后想起那个比喻里最动人的部分，那个见过太阳的囚徒选择回到了黑暗的洞穴，他回去不是为了一起看影子，而是怀着巨大的同理和耐心去告诉同伴，光是存在的。这或许就是所有清醒的最终意义，不是为了独自优越，而是为了带着更大的善意和力量回到人间，带着看见过太阳的眼睛，在洞穴里活得更清明、更坚韧，也更能体谅其他囚徒的处境。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有所触动，请点赞，让更多人看见，分享给你觉得可能需要一束光的朋友。关注这个频道，我们一起多看清一点世界的层次。感谢你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